有一位台湾人呢，他名字叫做普吉尼斯啊。在家的时候呢，他喜欢恶口骂人，跟大众结这个恶言呢。后来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出家为比丘尼啊。有一天，他忽然双目失明了，70多岁了，又患了重病，全身肿胀了。他就前往无上禅师闭关的金刚洞去哭诉啊，请求的说：“我将要死了，请师父救我脱离苦海。”这个无上禅师呢，回到寺院，看到他的疗房啊，那个屎尿非常肮脏啊，拉屎拉尿的，臭不堪闻呢。普吉尼斯日月时常哀泣呼嚎，说他被10多位人殴打，并且呼叫出冤魂的姓名。这个尼斯的俗家弟媳妇来探病了。无上禅师就问了：“你大嫂所叫的姓名，你认识吗？”弟媳就回答说：“知道啊，都是被大嫂年轻的时候害死的人呢。难怪那些冤魂呢要殴打他，而使他全身肿胀，皮破血流了。”无上禅师于是就为他打扫一间空房，床的中间就凿开一个洞。下面呢放了一个桶子，可以大小便。普吉尼斯仍然哀泣呼嚎，像以前一样，并将他的头钻入这个洞下的便桶里面。无上禅师就善巧开示说：“你要念阿弥陀佛啊，求生西方净土，你才可以离苦得乐啊。”普吉尼斯回答说：“但是我眼前一片黑暗，我不会念呢。”禅师就告诉他说：“你跟随我念，大约念了1个小时左右吧。”这个普吉尼斯忽然出现笑容，就说：“现前一片光明。”那10几个冤魂呢，还站在那个地方笑呢。而那10几个冤魂马上附在普吉尼斯的身上，就借用他的口就说了：“感谢师父你的慈悲，一个罪大恶极的眼盲的老人，竟然渡了我们10几位出离苦海。”禅师就告诉他：“啊，冤已结不宜结了，你们也应该追随念阿弥陀佛，带业往生，才能够脱离生死大苦啊！”禅师就嘱咐交代普吉尼斯一定要虔诚的跟随着他念佛，又念了1个多小时啊。普吉尼斯就说了，现在他的眼前已满天的光明，云端上面呢有白衣圣众接引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。接着他马上合掌向天空微笑啊，安详往生了。全身的肿胀呢，还有他的尿啊、血啊，随即就消失，转为清净，毫无臭气啊。有这个公案，我们深深的体会。你看，这个尼斯害死这么多人，最后忏悔念佛，阿弥陀佛依然秉持着他对众生的承诺，就是只要你肯念佛，我一定救度你。这是真正发生在台湾的公案，我们就体会到阿弥陀佛大慈大悲、大愿大力，不放弃任何一位罪恶的凡夫众生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公案呢，让我们深切的体会。当然我们没有像他罪业这么重，去害死别人，我们也不敢做。但是呢，我们经常生气啊、烦恼啊、跟人家计较啊、批评别人啊、暗中嫉妒啊，然后讲话太冲了，伤害到别人呢，这些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做过，但是也不至于像这位尼斯造无量的罪业害死人呢，我们也没有。当然呢，佛一定来救度我们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虔诚恭敬，而且很精进的好好念佛，不要辜负了阿弥陀佛的期待。他的极乐世界已经出现了，阿弥陀的名号功德已经完成了，只要我们顺他的本愿，好好的念佛，个个都能成就，人人都能解脱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希望大家要建立深信不疑。只要大家有这种坚定的信念，人人有资格，人人都有希望。
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